看宜兰的 T-Pass 通勤月票实施1个月，也毋过哦，客运一寡停靠站无验票机，县政府是要求业者先设移动式机台。有民众是认为讲验票机那无要放伫车顶就好咧。民众是讲哦，以头城交流道这站为着移动式机台爱食电脑，站着煞位，因得爱加行真久，是真袂方便。县政府嘛表示讲会来检讨改善。 民众入卡了后，准备坐国道客运到台北，不过这验票机拢是放伫临时停靠站。有人质疑验票机为什么免放伫车内，放伫停靠站风吹雨淋，太歹气。但我现在跟台北同事说这件事情，他说他车上为什么没有摄影机？大家觉得不可思议。嗯哼，是。他为什么要是在路边？ 当诉人阁表示，县府甚至因为移动式机台无电力，将国道客运原本的头城交流道站上车点南山130公尺到北分站上车，增加部分民众行路距离。县府根本是凊彩行事，不过也人认为无关系。对我来讲，我没差，我比较好，因为我就要住这边而已。宜兰 T-Pass 通勤月票上路1个月，有100国道客运加750市区公车2种，发行4000外套。国道客运有4间客运业者经营，部分业者无随车入卡机才有证据。那后续县府会再跟路线主管机关跟客运者评估考量，是不是也可以这样增设这样的设备来提供民众使用。 县政府表示，会甲客运业者研究看是毋是会增加随车的路卡设备。头城交流道南线是为提早建设 T-Pass 验票机，业者会个评估向台电申请电力供应，予头城交流道站位。另外，通勤月票2300包含台北积分，共享脚踏车甲市区公车的方案。公部门也在研究补助的问题，按政策会引进路。记者综合报道。